跟我去看小雨，若让魏后知道了，说不定要怎么责罚。好不容易才弄到出宫符，等到下次又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。不过就是给永香令白做2套衣服，什么何年何月？魁姑的眼疾，用药这些天可有好转了？大好了，好像突然看阳光都亮了许多，穿针引线别提多顺手了。那就好。哎，松手！怎么回事？松手！快松手！下去看看。打你了！臭要饭的，快松手！松手！松不松手？哎，别打！哎，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舌头若不在，岂能说话？如此甚好，好。魁姑，他是死了吗？死倒不至于，不过看这个人的样子，真怕是伤得不轻。魁姑，我们把他扶上马车。月儿，这个人满身是血，不能见死不救。抚养小冉的郑伯那里，我记得有伤药。郑伯，我又带了些绣品来。对，这是上次卖绣品得到的钱，你先拿着。用不了这么多，我拿走一些，去补贴云梦台的用度，剩下的留给你。你抚养小冉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还要帮我卖绣品，这就见外了。你的针线是绝好的，每次拿到集市上，这个也抢，那个也要，不一会儿就卖光了。那这些东西仍要劳烦郑伯啊。只是有一事要牢记，千万不可说是宫中流出来的。那是当然。月公主大小也是个公主啊，宫中清苦，竟遗之于私。多亏了你这用心思补贴。不必多说了，这几个孩子命苦，待我又孝顺贴心，我恨自己只有一双手，贴补不了那么多。姑姑，这个人醒了。月儿，哎，先生是何人？怎么会伤成这样？我这是在哪儿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叫芈月，这是魁姑，这是我的弟弟小冉，这是郑伯。哎，先生，别动。恕在下不能失礼了。不用，不用客气。先生，我们怎么称呼你啊？在下张仪。张仪。两位令尹朝阳门下的门客。朝阳丢了和氏璧，因我医伤寒酸，应赖我偷盗，百般拷打。谁料到张仪本是个绝世之才，我一块破石头差点丢了性命。和氏璧，就是那个自生泥光，冬如暖炉，夏如冰，能护身辟邪的至宝。你们觉得它是个宝物，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同为偷盗，却有大小之分与礼数之分。都知道朝阳心胸狭窄，为人多疑，触怒了他就如同找死。何况世人都是先敬罗衫后敬人。张子受了委屈，不如在这里暂时栖身养伤。是啊，我张仪身无分文，
看我们像有钱人吗？不过，先生的衣裳实在过于褴褛，我和葵姑倒是可以为先生做件新衣。一件衣裳难死了张仪呀！我本打算凭着真本事来打天下，如今我清楚了，大争之时，人心险恶，能随机应变，能屈能弯，方有胜算。老天有眼，还给我留了一条3寸不烂之舌。凭他，今后我一定说出个天下，说出个天下。姑姑，这个人大约是被打傻了，坏了脑子，所以他才比别人更可怜。月儿，时辰不早了，咱们也该回宫了。好。小冉，这2卷《左氏春秋》留给你看，你要争气，好好读书，知道吗？小冉知道了。郑伯，这位先生就拜托你了。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先生，我和葵姑就先走了。让开！快点！哎呀，这是哪位公主啊？这阵势，该是狄公主吧？姐姐。我们会在织坊耽搁1、2个时辰，你们就在门外等着吧。是。是，2个还都是美人呢。姐姐。快走。难怪人人都说楚国富庶，这里的确比秦国发达，车水马龙，人流如织。这里人太多了，摩肩接踵。臣弟还是更喜欢咱们秦国的集市，遵规守纪，井然有序，哪像这里混乱不堪。说的也是。哎，都来看一看了啊！不过呀，做生意还是人多了好。哎，说起生意一事，臣弟已为王兄打听到楚国狄公主的确切消息。说来听听。那狄公主名叫芈姝，据说贤淑端庄，是诸国狄公主当中难得的美人啊。看来寡人运气不错。不过这秦楚联姻，还需要相宜之人搭线才能成功。王兄说的是，数年前，我与上官大夫靳尚曾在魏国相遇，也算是旧日好友。此人野心勃勃，又诛求无厌，不妨先用他做庄买卖。大白兔，姑娘，看兔子吧，啊，看着是胡子套，可知吧？啊，咱们前面再看。王兄，你看那边，那边过来的2个女子，倒是很有几分颜色。多东西啊！个子矮些的那个，身上有种女子中少见的英气。高些的那个举止贤淑温柔，该更合王兄的口味吧？这边更好啊！这什么呀？哎，快！看书简，给我看看。姐姐，你看，这书简上抄录的，我觉得。
身手不错。小丫头，身手了得。彼此彼此。谢老伯是支援手，老伯是……老伯是秦国的商人。秦国？秦国很远呢，来楚国干嘛？相亲。啊！好汉急公好义，受小女子一拜。哎，贵人不必多礼。你们两人没有受惊吓吧？没有。哦，那就好。刚才那几个想要杀你们的人，短发纹身，像是越人。你们两个弱女子，怎么会招惹了他们？谁招惹他们了？是他们自己杀上门来的。越人虽然好斗，但从来不随意伤害别人。是我们的先王杀了他们的大王。那也没有道理啊，除非你们是楚国的王子。你受伤了，兄长。没事，区小伤，不算什么。都流血了。我等遭遇无妄之灾，连累先生受伤了，舒儿于心不忍。在下谢过贵人。不必多礼。何人在此自动？姐姐坏了，咱们若不马上赶回脂房，只怕就要被宫里的人发现了。多谢老伯，告辞了。走。恭喜王兄。刚才被越人咬了一口，喜从何来？王兄没听见那女子自称舒儿，旁边那女子还说到宫里，看来越人追杀他们是有道理的。可是楚宫里公主不少，谁知道她是哪一个？臣弟刚刚跟王兄讲过的，那楚国的嫡公主就叫宜舒。看来王兄中头彩了。今日还好有惊无险，我还是第一次拿菜叶子砸人呢。公主当时若是有半点差池，绿萝可就活不成了。都说了有惊无险了，不必大惊小怪的。这事要是让魏后知道了，绿萝还是活不成。哎呦，放心，此事只有你我月儿知道，你就好好的活着吧。绿萝都快被吓死了，公主却满脸喜气，好像捡了宝贝。你可知何为福兮祸兮？好啦，去给我们烹茶吧。是。哎，姐姐，那老伯的剑法真不错，若不是他挡得快，那越人的刀就落在姐姐头上了。原来秦人之中也有如此慷慨仗义之人，不仅孔武有力，而且风流潇洒。难道姐姐真的喜欢上秦人啦？我只是在说秦人与我们楚人的区别啊。再说了，我们楚人当中也有出色的男子啊，不仅风度翩翩，还玉树临风。就像谁啊？怎么不说了？不像谁？就像黄公子、黄歇那样，如何？那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不喜欢黄公子吗？我何时喜欢过？玉树临风，也不招妹妹喜欢。
明明是姐姐，喜欢孔武有力、风流潇洒的死丫头！这策论十分要紧，劳烦你带我去面见大王。大王忙碌天下之事，哪有功夫看你的东西？这策论就是天下之事。走，不可以貌取人，要么代为转交，不可对读书人无礼。你们快就快的不读。走。张子，你的伤还未好，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张仪一肚子立誓谋略，无奈世人有眼无珠啊！哼，张子若有文章策论，子歇愿为转之。张子，这是皇公子黄歇，太子陪读。这是张子，曾为令尹朝阳的门客。不，朝阳不提也罢。朝阳待我如贱奴，我视朝阳已如仇敌，都过去了。可叹这身衣裳逼得张仪走投无路。魁姑正在为张子做一件新衣，你何不耐心多等2日？等？我张仪年庚已过40，一事无成，度日如年。黄公子，那就拜托了。我和月儿正好要去见秦王，若是张子不嫌，可一同前往。对啊，你的锦绣文章也可以让秦王看看。不可，行医看病讲究对症下药，在下的文章是专门写给楚王的，对秦王没有用。不管怎么说，一同去吧。王兄，咸阳送来大良造公孙衍的急信。出什么事了？年初，义渠国那边旧王病故，立了新王翟离。义渠国的王叔对此耿耿于怀，为此准备带着重礼到咸阳拜见寡人。义渠国年年搅扰我大秦边境，是寡人的心中大患。公孙衍提议借义渠内讧之机，灭掉他们的气焰。看来寡人不得不马上离开郢都，回咸阳一趟。但这秦楚联姻之事，楚王已经答应将嫡公主芈姝许配给寡人，寡人正好回咸阳。在6国结盟之前，准备一份厚厚的聘礼送到郢都来，看那楚王如何收场。王兄，那贾芈姝实在是丑得吓人呐！放心，只要那楚王有胆量嫁，寡人就有胆量娶。大王，外面有人来访，说与楚国公主有关。我去看看。小丫头，怎么找老伯找到这里来了？恕芈月眼拙，竟不知那日的救命恩人就是秦国大王。不必多礼，贵人们无恙便好。老伯修过胡子，已真面目示人，果真一点都不显老。啊，这是皇公子黄歇，这是张子张仪。大王，大王，屈子高徒，太子伴读，本王久仰大名。大王客气，虽是初见大王，但秦王之名天下皆知，一代雄杰，黄歇佩服。秦国自商君变法以来，国势日彰，诚邀天下士子入我咸阳，共谋天下。那屈子名动九州，寡人正思量，若诚邀屈子，不知他是否肯屈尊入秦。楚国乃屈子之父母之邦，恐怕师父不忍背弃。不错，如今楚国势强，屈子身为左徒，深受楚王信任，力图在楚国变法，前途无量，何必千里迢迢远去秦国？
然世事盛极必衰，如今楚国朝堂之上，极恨屈子的大有人在，拥护变法者甚寡。更何况楚王为人优柔寡断，只怕一日翻脸，屈子便朝不保夕。身为旷世之才，屈子难道甘心在庸君手下做一个庸臣？男儿生于天地之间，自当纵横天下。若是一举能动诸侯，一言能平天下，岂不快哉？秦王对我楚国宫中之事仅知一二，就此推论，恐怕有所偏失。寡人知道，秦国能给屈子的，楚国也都能给屈子。但寡人今日会给屈子2个字，是楚国一世都给不了的。敢问是哪2个字？请黄公子转告屈子，那2个字是痛快。楚国绝对不能给屈子痛快。哼，小丫头，你说寡人的话对还是不对？对，也不对。怎么讲？说给别人或许是对，但说给屈子，那便是不对。玉儿说的对，大王让黄歇转告屈子2个字，只怕屈子亦要还大王一字。何字？忠。子不忠父，乃为逆子；臣不忠君，终为二臣。好，寡人明白了。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。请黄公子转告屈子，若他日在楚国有什么委屈，无论何时，秦国的大门永远为屈子敞开。如此，多谢。小丫头，小丫头来找寡人，只怕还有别的事吧？玉儿受人之托来告知秦王，那日入宫相亲，所见狄公主米书，并非真米书。何人托你来传话的？秦王该是心里有数。那他为何不亲自前来告知？身份尊贵，岂能随意与陌生男子相会？上次寡人受人恩惠，一直想将他物归原主，但不得时机。不知小丫头可否帮忙？秦王放心，我定会让这块方巾物归旧主。好，无事，那我们先告辞啦。哎，张子，张子，不与我们一同走吗？我可以走，但只怕我这一走，有人会错过一个人才，错失一次良机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所以，你们先啊。啊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唉，张子为何事而愁？为何事而愁？眼看着一桩好事就要付之东流，我当然发愁了。张子此话何意？秦王雄才大略，眼下楚国打算和5国结盟，秦国又想和楚国连横，这狄公主芈姝的婚事，于是就成了5国与秦王之间的赌注。但是我只怕秦楚联姻之事难遂秦王之心愿呐。你看，屈子虽为贤臣，但明珠暗投，楚王好色，晋上奸佞，昭阳刚愎自用，再加上后宫威后弄权，郑袖贪婪，
这连横之事，只怕凶多吉少啊。张子此言，众所周知。是，这些众所周知，但大家并不知道，那狄公主倾心的是秦王。只要秦楚能够联姻，秦王能娶了狄公主芈姝，这五国结盟不攻自破。张子此话，寡人早已明白。秦王心中虽明白，但也束手无策吧？要不然来了楚国这么久，为何拖着迟迟不见你？拖在这客栈，又为何给你弄了个假公主啊？这一切都说明其中有蹊跷。但是秦王你人生地不熟，没有一个人替你疏通阻塞、铺路搭桥，对不对？此话倒是不假。我愿意做这个人，我张仪愿意促成秦楚联姻，促成大王抱得美人归。可是，张子凭什么夸下这海口呢？凭什么？就凭我这3寸不烂之舌。寡人看得出张子手头拮据，给你20斤，去自谋生路吧。秦王是把在下当成沿街讨饭的叫花子了，还是四处招摇撞骗的小人了？啊，20斤，200斤，2000斤又如何？我张仪服的是贤君明主，图的是江山社稷，再多的钱财在我张仪眼中都视如粪土。唉，可惜啊，这点不是人人都能懂的。告辞了。等等，既然张子志向高远，那好，寡人就与你2月为期，看看张子的本事。2月就2月，2月之后，我让你看看张仪是如何让5国郢都会盟之事化为泡影。好。哎。寡人给你10斤，去买身衣服。事成之后，有意思。那秦王气度纵横开合，气贯长虹，若能与他做天下之争，也算是平生一快。那张子自叹怀才不遇，可为何见了秦王，却根本不提这策论之事？张子不是说了吗？这策论是专为楚王而写，与秦王无用。把包袱拿来。干什么？我要看看张子的策论中究竟写了些什么。不妥，此举非君子所为。你是君子，我不是。拿来。玉儿当然也是君子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给我。何事让你如此高兴？玉女论：君子于玉比德焉，帝王于玉女比美人焉。天下美女风情各异，有眉如翠羽，肌如白雪者，有腰如束素，齿如含贝者。这个张子简直不堪。有何不堪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嘛。给我吧。哎，你真要把这东西转交给楚王？当然了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嘛。这种奇谈怪论，不知楚王看了会说些什么？魁国，张仪从出生到今日，
也穿了不少件衣裳，可唯有这件衣裳，张仪将铭记一生。张子快起，张子快起！楚王已经看到在下的策论了，明日宣张仪入宫。新衣来的正是时候，好马配好鞍嘛。张子怀才不遇，我和月公主也帮不上别的忙，只能帮做件新衣了。谢芈月魁姑赠衣之恩。回来了。哎，小冉，你怎么愁眉苦脸的？小冉今日怎么一声不吭的？是何人得罪了我们小冉？哎，今日带小冉到东门集市卖姑姑的女工，小冉看中了一把小宝剑，竟要价10金呐！什么宝剑？怎么会这么贵？那宝剑刃如秋霜，真的很好。姑姑不知，前几日老朽给小冉请了个师傅，教他几手刀剑功夫。这师傅啊，夸小冉天分难得，是将帅之才，所以啊，小冉一心想要把合手的宝剑。咱们云梦台入不敷出，捉襟见肘，小冉再等2日，魁姑和你姐姐去想办法。哎，魁姑，何苦为区区10金犯愁啊？张仪为你筹划便是。你有10金？暂且没有。明日入宫见过楚王，张仪便有了。10金太少，100金如何？好了，张子，且不说你眼下如此潦倒，谈论100金如同痴人说梦。就算你日后有了，也与我们无关。说100金就100金，明日午后，一言为定。昨日夏至，这宫中的蚊蝇更多了，也不知这几日大王睡得是否安稳。听说大王新得一夜明珠，放在宫中清凉如水，夜如白昼，100步之内蚊虫避之不及。我还从未听过世上竟有如此宝物。据说那夜明珠就放在南后的兰柜台。哦，真有此物。你带人去兰柜台，就说我要借过来看看新鲜。是。站住！怎么又是你啊？在下张仪。啊，张子，大王已等你多时，请。哼。不管什么好东西，他都要来跟我抢，那是秦王献给我的，我不给又如何？魏后那边的玳瑁姑姑说是借用。哼，借？珍宝到了魏后手里还有还的日子吗？可那玳瑁就在外面等着，此事总不能僵着，不如先借给他，等过后让大王出面再要回来。拿走。是。寡人读了张子的《玉女论》，张子对这天下的美人，果然是学问颇深。哎，不敢。张仪怎敢在大王面前卖弄粗浅之见？想那屈子在大招之中就有峨眉漫之，容则秀雅之言。张仪早就知道楚国美色尽在后宫之中。哎，不过大王，这列国之美人，大王是否都曾见过？在寡人的后宫之中，未必只有楚女，这魏女、齐女、韩女、赵女亦都不在少数。这些个只能称之为女人，称不上美人。拜见南后。大王呢？正在殿中召见张子。张子？哪个张子？啊，张仪，给大王献上了《玉女论》，颇得大王的欢心。开门。是。
先生所指的美人是？美人，美人如四季花色，梅令人高洁，兰令人幽怨，菊令人淡雅，海棠令人惊艳。张仪以为，奇女多情，楚女窈窕，燕女雍容，韩女清丽，赵女娇柔，魏女美艳，秦女英气，如百花若百宝，争奇斗艳，各有妙处，不一而足。妙哉，妙哉！先生对美女的这番言论，实在是寡人闻所未闻，生平仅见。那以先生之意，寡人如何才能博采深意，体味这美人的妙处呢？大王若能将列国之美人齐集于后宫，日日相对，深惜三味，试问天下还能有谁比大王学问深厚，艳福齐天呢？说得好。可是寡人如何才能收集齐这列国的美人呢？大王以为在下的眼光如何呀？张子对天下美人见解精辟，眼光独到。那就让张仪为大王踏遍列国，寻访天下之美。好，那寡人赐先生千金，就拜托先生替寡人寻访列国的美人，收入我楚国后宫。大王英明。张子不容易，这100金说什么我们都不能收。100金是我张仪的承诺，一谢月公主搭救之恩，二谢魁姑新衣之劳。我们救张子也算是缘分，谈不上恩情。你若真要谢，就谢魁姑的针线吧。哎，给张子做件新衣也是举手之劳，说谢就太见外了。楚国这个地方啊，只敬衣衫不敬人。你看，如果我张仪早有这么一件新衣，这当中哪还会费这么多周折吗？哎呀，一件新衣，半个时辰，摇唇鼓舌，收获甚丰。我张仪阔了，小冉也有了买宝剑之金，你们手头还可以宽裕一些吗？听说张子要去诸国为大王寻找美人，这路途遥远，小冉买宝剑也用不了这么多，这些金张子还是带上，以防万一啊。你们以为我张仪就这些钱财啊？我告诉你们，不出一日，还会有人迫不及待的要给我送来更为丰厚的盘缠。张子竟然用了一篇玉女论赚得大王的金子，这算什么本事？哎，你偷看在下的策论了。张子若行事磊落，用不着对人遮遮掩掩吧？我若遮遮掩掩，你还能看得到吗？我张仪，我敢做敢当啊！那篇玉女论也是为了得志其心，投其所好啊！你这是曲意迎风，不择手段，非君子所为。非君子所为？我张仪是今日不得已而为之，忍屈受辱，为了他日一展胸中之宏图，这才是真君子。你芈月公主不但不应该责备我，你应该夸我才对啊！收下吧。哇，真亮啊！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呢。这么大一颗珠子，是啊，我也没见过。还这么亮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叫夜明珠，产自西域。这样的稀罕物件我也是头回见到，所以把你们叫过来让你们瞧瞧，也长长见识。可真亮啊！这可真是个宝贝，夜里看起来像一个小月亮掉在屋子里。此物幽香暗伏，
闻起来比那些兰草还要惬一些。只可惜母后不让月儿来，不然没准她能说出个究竟。依我看呐，咱们楚宫可并非只有一颗宝珠。舒姐姐国色天香，冰清玉洁，不也正是我们楚国的宝物，母后的掌上明珠吗？让妹妹看看，是这夜明珠耀眼，还是姐姐耀眼？可不是，这一比，舒姐姐可把夜明珠给比下去了。像这等奇珍异宝，也只有母后才配享用。若不是寿山福海，哪儿镇得住物宝天华？母后，您说是不是？瞧这张小嘴，快赶上八哥了。好了，玳瑁，快去把我让人新做的冰镇糯米酒和金银花茶端上来。是。张子，敢问是张子吗？正是在下。我家夫人要见你。你家夫人是谁啊？南后郑秀。张子这边请。在下张仪拜见夫人。免礼。不知夫人召见张仪所为何事？听说张子不日即将启程前往诸国，不知是否还会回转？回夫人，那得看盘缠的情形。盘缠使完了，才自然得回来。这里是500斤，外面天高云阔，容张子大展宏图。若张子肯答应永不再回大楚，临行时将再获酬金500，以壮行色。谢夫人赠金壮行之恩。本来我想也可不回，但此次一去不返，总该跟大王当面辞个行。若夫人明日能促成此事，张仪一定会当着大王和夫人2个人的面做出承诺，如何？天气这么热，都这么晚了，我还真有些乏了。是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是稀罕东西，说它能驱赶蚊蝇，夜晚清凉如水，不知真假。不如让我拿回去试它一试。公主，当心！既然是宝物，我以后必然爱惜。若要是追问起来，我就是拿回去赏玩一日。后对我一向另眼相看，知道了也不会怪罪我。盖上。月公主，你都不知道那个宝贝有多好，简直值好多个城呢。那叫价值连城。对，是价值连城。月儿虽没见过，但也知道那是好的。至于那香气，我思量这宝珠中间或许是空的，被人填上了外域的香料，所以香气悠然，能避蚊苍。还是月儿聪明，无人能及。我也只是猜测。月儿别具慧眼，快给我想想办法。临近宫中祭祀大典，可我的少司命祭舞还是没有找到其中精髓。照我本意，不跳也罢，但母后哪肯？好妹妹，快指条便利捷径。这便利2字只怕是最难的。言之不足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你若能悉心体味少司命的入不言兮，出不辞，晨回风息，在云齐的超逸清雅，那一朝一夕便有了5成该有的雍容。要不，明日清晨，
你我一块儿去荷花池边走走，看看风过荷叶，日映荷花，诗从自然，或许能有更好的感悟。好主意，绿萝，明日一同去。好。大王，在下今日就要辞别大王而去了。楚国的美食冠绝六国，大王今日特意赐宴在下，让张仪口留余香，真的有些舍不得离去啊。先生果然识得这人生真谛，食色性也。人生在世，最大的愉悦莫过于食色二字。今日这美食当前，焉能无美人相伴啊？美人？先不跳了，你们去陪张子九喂张子石。是大王。大王，不，张仪这可使不得，先生承受不起呀。我说先生受得起，那就受得起。知张仪者，大王也。好。大王吃个果子吧。好。大王，平日都是道听途说，今日眼见为实。楚国的美女果然是如云如林呐。张子谬赞了，这只是我楚宫里的平常颜色。这些还平常颜色？那难道后宫里藏有夏姬庄姜不成？不瞒，禀报大王，南后求见。他来干什么呀？听说大王要派人周游诸国，搜集天下美人。臣妾就想知道自己是否也列为其中啊？张子，张子，张子，在下失礼，在下失礼。张子，你刚才行为为何如此怪异啊？敢问大王，眼前这位夫人何许人也？寡人的宠妃南后郑袖。在下惭愧，在下无知，在下井底之蛙，在下真的是对不住大王啊！我不是，这张子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跟寡人说清楚。大王，在下在大王面前夸下海口，要为大王寻访绝色美人，可方才一见南后，我就知道我大错特错了。我张仪喜想来也是游遍列国之人，但从未见过一个人的容貌能和南后比肩。你说张仪的见识如此浅薄，竟然不知道天下最美的女子就在楚国的王宫里。该死！张仪向大王请罪。张仪，大王嘱托在下寻访美人之事，恐怕有负重托，办不成了。你呀，就是见识浅薄。寡人就想嘛，这天底下还有什么好东西是我楚宫没有的呀？那照先生刚才这么说，这天下第一美人就在寡人身边了。确定无疑。好，那你就快跟寡人讲讲，寡人这爱妃怎么就成了天下第一美人了呢？大王请看，南后这一对眉，仿若一带远山；这一双目，有如卷上点漆；耳鬓柔弱，脖颈修眉，此乃孤品，不是天下第一美人，又作何解呀？
可是寡人记得那日在这大殿之上，先生所说的如百花似百宝，争奇斗艳，各有不同，又作何解啊？在下无言以对，这就将大王所赐千金即刻退回。哎，千金嘛，区区小事，寡人既然赐予你了，哪还有收回的道理啊？大王不仅宽宥了在下的食言之罪，还说这千金不用退回，这岂是慷慨二字所能道尽？此乃君王之胸怀呀！似大王这般胸怀，不得天下有违天理呀！大王，张子，你好一张巧嘴！多谢大王。没想到这个张仪说起话来口吐莲花，但论起见识，倒也稀松。今日还是爱妃让他见识了什么才是天下绝色。大王竟拿臣妾打趣。夏日炎炎，臣妾是日不能视，夜不能寐，衣带渐宽，面容憔悴，这还哪来的绝色呀？怎么会呢？爱妃的夜明珠不是有驱蚊避暑的奇效吗？正是因为听说那夜明珠有奇效，前2日幕后派人来把那夜明珠取走，拿去把玩了。哎呀，爱妃这玉软花柔，不耐鼹鼠的，寡人这细看之下，神色间确实有些憔悴。这样，明日寡人就让人从母后那儿把夜明珠给你取回来。谢大王对臣妾的体贴。郑秀竟然跟我斤斤计较，那夜明珠不过刚刚借用2日，他就让大王差人来索要了。微后若想留下夜明珠，不用理睬他。大王一向孝顺，微后可对大王明说就是。郑秀整日狐媚大王，若真与他争执，只怕弄得大王两头为难。算了，还是把夜明珠给他拿回去吧。是。微后，夜明珠不见了。丢了？哼，这丢的也太蹊跷了吧！这夜明珠在我宫中放置多日的安然无恙，拿去微后那2天就丢了，谁信呢？可微后说丢了，不信又能如何？他是想黑心昧下我这颗夜明珠，但别指望郑秀我会哑巴吃黄连。走，臣妾郑秀给母后请安。免礼吧。谢母后。我已经说过，这几日暑气袭人，你们心到就行了，不用日日请安，免得劳累心。公主，母后说的是。公主，这几日天气酷热，谁在里面呢？南后在里面。食不香甜，睡不安稳。进去禀报一声，就说敏印来给微后请安了。是。哎，等等，先不忙的，待南后走了再进去禀报吧。是。这事情说来也古怪，人不知鬼不晓，这夜明珠就不见了。我派下人去查了半日，都无下落。没有人拿走藏匿，难不成那夜明珠自己受了脚了？戴帽，事情的原委你最清楚。那夜明珠是奴婢遵微后之命从南后那儿借来的，放在高堂台，人人都知道是稀罕宝贝，就算喜欢，谁又敢动着贪欲之心？臣妾心里有数，既然那夜明珠自己跑不了，幕后宫中的人又都手脚干净，那东西自然还在高堂台。
母后若是喜欢留下就留下了，何必说找不到呢？我这一辈子见过的宝物不计其数，难道还在意你这点东西？臣妾的见识当然不如母后了。不过东西既然是在高堂台丢的，还是应该想办法查个水落石出才好，免得放过了盗贼，冤枉了好人。又或者，母后心慈手软，不愿意对手下的人进行清查盘问。大楚盗律，贼盗律，罪轻则砍手足，重则掉脑袋。我眼里从不揉沙子。殷公主，我还有些急事，回头再来吧。公主，这可怎么是好？闭嘴！可是，公主拿了那夜明珠，我再多说一个字，那夜明珠便是你拿的。殷公主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回殷公主，是舒公主和月公主的针线。绿萝，我刚才在来的路上掉了一个耳环，你可碰巧看见？回殷公主，刚才奴婢一直和月公主、舒公主在一块儿，没有看见。那是我娘亲留给我的遗物，甚为珍贵，也不知掉到哪儿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奴婢帮公主找找吧。公主，绿萝，算了，可能是我记差了，我可能是掉到寝宫里了。灵儿，跟我回去再找找。殷公主，那东西与我性命一般，你还当个什么？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，夜明珠是肯定跑不出宫外的。东西要是现在交出来，微后责罚的只是你一个人；若是被我查抄出来，那受牵连的就是你们全家。我使唤了你们多年，竟不知你们当中有做贼的。今日若不查出来，就坏了我高堂台的名声。刘香令，微臣在。你给我一个个去审，就算剥了他们的皮，也要给我审出个结果。是。都给我起来，老老实实的走吧。这可不是我的，赶紧走。进了永巷，事情自然就清楚了。母后，婴儿思来想去，觉得有个人可疑。什么人？昨日午后，婴儿曾见过有个人来过高堂台，当时并未留意，但此刻想想，着实该有几分嫌疑。贱人生出来的只能是贱人，想来我待你不薄啊，让你跟着舒儿也学点长进。你倒好，竟然胆大包天，敢偷走我的夜明珠！任是金山银山摆在我面前，我都不会动心，更何况什么夜明珠？魏后，万不可借此羞辱我和我娘亲！还敢跟我顶嘴？玳瑁，给我掌嘴！是。母后，母后，求你饶了他吧！打！母后，我求你了！玳瑁，你先退下。凭空说我偷盗，拿来证据！今日我是人赃俱获，你想赖是赖不掉的。婴儿，魏后，昨日午后，婴儿是和侍女灵儿一起看到的。灵儿，说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
婢子，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给我拉下去，掌嘴！说呀，为何饶命？昨日婢子陪着殷公主站在那儿，看到月公主从正殿前走过去，别的婢子真的不知道了。灵儿眼拙，但本公主眼不拙。月公主分明不仅从正殿走过，还慌慌张张地走进去，又走出。胡言乱语！昨日午后，我与舒公主一起去了后花园的荷花池，回来后从未进过正殿。你说你见我进了正殿，我何时进去，何时出来？出来后又见了何人，去了何处？休要狡辩！叶明珠藏于你房里，证据确凿，我不得不惩前毖后，以正后宫纲纪。论罪，本该赐你一死，但念你是先王之女，暂且关入永巷，明日去衣杖摆，再施月刑。别说砍去芈月双脚，就是碎尸万段，没有偷，就是没有偷。且等明日，我看你的嘴还有多硬。母后，此事定有误会。昨日一整日，月儿确实与舒儿在一起，叶明珠之事与她并无干系。捉贼拿赃，你不要再为他开脱了。我不是为他开脱，我说的是事实。我这么做也是不得已，杀一儆百也是为了你们好，免得你们被这个贱人都给带坏了。皇公子，绿萝，何事让你如此慌张？皇公子，月公主不知怎的，竟成了偷叶明珠的贼犯，现已被囚禁起来了。明日就要施月刑，被砍去双脚。舒公主正为此事而着急呢。皇公子，也请你想想办法，救救月公主吧。怎么会有这等事情？她一定是被人陷害了。赶快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跟我说说。皇公子，你找我啊？看你这人，有话就说嘛。是你拿的夜明珠，是或不是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你拿了就拿了，为何要栽赃别人呢？怎么？微后明日就要砍去芈月的双脚，让你心疼了？你也是女儿家，你的心怎么能如此之狠呢？月儿从来没有爱过你的事儿，你为何要这样对她？说起来，事情落到她身上也是碰巧了。不过，她的确爱了我的事儿。月儿爱你何事了？皇公子说过，你自小只喜欢芈月一人，她若从此不再出现了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喜欢别人了？殷公主，你把月儿害苦了，我就算是今生不娶，也不会对你有半点情意。你说月公主遭人陷害，是，但微后向来固执，只怕即使我出面，她也不听一个字。叶明珠是南后的，太子能否说动大王和南后去过问此事？这很难说，不过我可以去试试。谢太子。微后，大王跟南后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他们过来做什么？说是找到了偷盗叶明珠的真凶。是吗？米音，大王告诉我，说你亲口向皇公子坦诚，叶明珠是你拿的，因为嫉恨皇公子与芈月亲近，故而栽赃于芈月，可有此事？母后圣明，婴儿自小由母后抚养，待婴儿宛如亲生，该深知我的心性。那栽赃陷害，均为卑鄙小人之作。芈音与芈月无冤无仇，即便再不堪，也不会使出如此下作手段。皇歇，殷公主适才不是这样对我说的，她说月公主爱了她的事儿。不错，皇公子，我是对你真心倾慕，也知道你与芈月偷偷眉目传情，但就算我再喜欢你，
也不能为你而替他背这个黑锅啊！殷公主，你也算是王室血脉，你怎可满嘴胡言，出尔反尔呢？皇公子用不着气急败坏，民因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如何承认？你们二人到底孰黑孰白？月公主被人陷害，大王明察。大王母后，婴儿冤枉，被人诬陷。爱妃，你看这……依臣妾看，这两人当中，定有人是在诬陷别人，也有人是被人诬陷的。都是些没用的废话。母后圣明，应当比臣妾心里有数。苍天在上，皇歇所言字字是真，望大王威后彻查。